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嚟收聽 2CR 澳洲中文廣播電台。你而家收聽緊嘅節目係《漫步人生路》第二季，我係今日嘅節目主持人Sally，同我喺空中見面嘅仲有嘅拍檔阿 Sam，阿 Sam 你好啊！各位觀眾同聽眾好，因為我呢個節目就錄埋影嘅，咁啊今日咧有少少依不捨嘅心情，因為今次咧就係我哋《漫步人生路》第二季最後一輯，咁啊今日咧就我好高興咧請咗我哋非凡足球隊嘅隊友阿 Mark 哥吳國華先生上嚟接受我訪問嘅，歡迎你阿 Mark 哥。Sam 哥你好，Sorry 你好，各位聽眾朋友你哋好，今日好高興有幸受到澳洲2CR中文廣播台嚟到喺度同空氣同大家觀眾分享我哋人生嘅點滴，或者講下我哋聽咗《漫步人生路》呢10幾輯嘅節目咧啲感受大家好。咁其實咧，我喺 Facebook 度預告嘅時候咧，就話阿 Mark 哥會上嚟接受我訪問，咁有好多人問我係咪周潤發咧咁。咁其實 Mark 哥咧就話係我哋非凡足球隊嘅隊長，好好波嘅，體育健將，但係咧動靜皆宜，文武雙全喎。佢真係琴棋書畫都咁耍家，呢個係不可多得嘅人才。咁我哋慢慢發掘佢嘅優點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咁首先同阿 Mark 哥嚟講下，你加入咗我哋非凡足球隊大概幾耐度？你記唔記得？1年有多。1年有多啦。1年有多。我哋嘅足球隊咧就係2022年9月成立嘅，咁差唔多4年啦。咁每個星期5咧都喺 Maroubra 度踢波嘅，好開心嘅。咁你踢咗咁耐，有咩感受咧？你開唔開心㗎？係咯，即係其實咧，我喺去年嘅2月份咧，先重新踏翻上綠茵嘅球場。之前咧，我去咗20幾年嘅世界華人籃球嘅比賽網球嘅華人比賽咁樣。因為去年年初咧，就係籃球網球場上咧，嗰個裁判咧，足球裁判佢就話哇！佢哋周圍要揾你喎，佢哋去台灣70歲嘅國際老爺杯比足球賽喎，你應該我諗係你好 fit 喎咁。結果咧我就去球場咧見翻以前足總嘅一大班一啲老友啊，種前輩啊，咁咧就一發不可收拾。咁去年初嘅台灣嘅國際老爺杯賽咧，就去年9月底咧就喺9月咧就喺天津咧就世界華人足球賽啦。然後10月咧就喺日本咧就踢咗個叫做世界盃，佢係70歲加、75歲加、80歲加。去年喺日本咧70歲加咧，我就有幸一個華人嘅唯一嘅華人出席呢個70歲以上嘅澳洲代表隊，咁就呢個都取得唔錯嘅成績。咁咧就係啦。我諗即係阿 Mark 哥咧就係70歲以上啦，參加嗰個項目就係，所以咧你嘅年紀一定係 qualify 嘅，合資格嘅70歲以上。咁以阿 Mark 哥你睇下佢一啲都唔似70歲以上。要選拔啊！嗰時要選拔。係啊，真係嗱你仲可以全場奔走嘅可以喺綠茵球場度馳騁，其實真係唔簡單。所以我哋呢班足球隊真係所有嘅隊員咧都引以為榮㗎。因為同年紀人咧，即係嗰陣時有啲行動都唔係咁方便，但係我哋仲可以馳騁球場，真係相當唔簡單。咁阿 Mark 哥咧就唔知係對足球係耍家。足球、排球、籃球、網球，真係泛泛都掂。因為我就係讀體育嘅。你係呢個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嘅。體育畢業。咁出嚟咧，我哋做人文教師啊，喺中學做體育教師。咁咧就一個咧就要強調你必須要業務要全面，你係教人哋嘅，你要做示範啦。甚至帶啲運動隊咧，你要喺某個專業咧，你係有自己嘅強項嘅。咁咧就當時咧就我體育咧就係球類比較好嘅，籃排足咧係都算比較好。咁後來就因為我係人生一向咧有一句我自己嘅警句啊，即係話要不斷學習，堅持鍛鍊。你今日嘅狀態。身體又好，你嘅知識庫又好，今日嘅狀態係你琴日努力咗，做咗嘅嘢。
聽日將來咧，你今日必須要做翻嘢。如果今日你唔做嘢咧，聽日後日咧，你嘅狀態就唔一定係係啊，即係等於我哋唱大戲一樣啦。係啊，即係要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你一定要付出嘅努力，keep 住你嘅狀態。如果你狀態唔好咧，你有時係參加啲球類活動咧，好容易受傷嘅。你唔夠 fit 啊嘛，係咪？所以你體能咁好咧，馬哥真係犀利。咁你喺呢個體育系啊，呢個師範大學嘅體育系咧，學嘅係咩科目？係點樣訓練你嘅咧？我哋係跟嗰個年代咧，好在咧都係啲老師咧都比較好負責任，而且喺學術上邊咧係非常好嘅。咁咧就自己嗰個年代咧就比較勤奮啦，我都算係比較肯嘅。有陣時落課啦，咁啲人走晒咧，我仲偶然記得老師可唔可以同我加少少加個餐啊？喺某樣做，所以咧我以前讀大學嘅時候咧，喺幾個項目咧，我係幫助老師做示範嘅。哇！咁係咪好多項目你都要參加？譬如話係游水啊、球類啊、田徑啊，樣都要參加嘅。因為嗰時啲老師咧，佢哋耐唔中要出去主持啲比賽啊嘛，國際賽啊、友誼嘅來訪問啊，咁變咗佢哋唔嚟上課嘅時候咧，我哋就以一個同學，即係一個學生嘅小教員嘅身份出現，就按照老師指定嘅今日上咩課，譬如講體操做啲咩動作，咁我嗰時咧就算比較優秀，就係幫老師做示範。有少少助教嘅性質啊。田徑嘅撐杆跳高啊，比較複雜啊，就唔係好多人都識嘅，咁啲老師都請我就做示範啦，跨欄啊、跳高跳遠啊、體操啊咁你真係好全面嘅咯，你差唔多樣嘢18般武藝，樣樣皆精嘅咯喎，要就皆精都唔夠膽講，但係我自己都算係比較全面一個。咁但係會唔會好似我哋讀醫科咁有啲專科收邊一科咁樣嘅？有㗎。我嗰個年代咧我收嘅咧就係排球嘅項目。點解要排球？因為好奇怪，嗰個年代咧正值係我哋中國女排5連冠嗰個年代。當然我係已經學完咗出嚟，再去參加裁判組嘅工作，所以佢哋比賽咧，我係同佢一齊喺球場去經過咗好多嘅年歲嘅，所以我都有佢哋啲女排嗰時嗰啲球員嘅簽名啊，咁因為活動多啊嘛。我最欣賞郎平。係郎平。咪嗰陣時都係佢嘅。郎平係中國女排5連冠嘅主球嗰時。係啊，嗰時真係好威水啊！即係我引以為榮啊，出咗一個咁優秀嘅排球員。係啊。咁你好似喺1975年咧，就曾經澳洲嘅排球隊訪問中國嘅時候咧，你就做裁判嘅。裁判組嘅一員。係。因為裁判組咧，佢有好多分工嘅。譬如講，第一個就係主裁判，即係唔係講主裁判嘅。第一裁判吹哨子，第二裁判就喺對面幫手睇個有冇觸網啊，嗰啲有冇其他嘅犯規咁嘅。咁我咧就係做一個4隻角裏面每一個有個嘅司線員，揸支旗仔，個球一打落嚟咧，佢如果好球嘅，你就係即係好球，出界咧就出界，或者咧就係碰手出界，嗰個手咧就碰一碰呢度，咁啊叫碰手出界。咁你係咪對所有球類嘅活動嘅球例都好熟悉？譬如足球、籃球，你都識晒。我哋要懂嘅，我哋要懂。要懂嘅。你考試要將嗰個，譬如講足球場，正規國際足球場嘅比賽，球門2.44高，寬咧就7.32。你係入咗腦嘅，嗰數入咗腦。咁我得啦。咁第時我哋非凡足球隊踢波嘅時候，遇到啲球例方面嘅爭拗咧，就會以Mark哥嘅決定為準。你要更新嘅，你要更新，因為譬如講30幾年前咧，係踢足球係一個球喺個球場嘅啫。現在咧就係旁邊好多個球嘅，即係你球一踢出去咧，佢就唔等佢執㗎啦，就必須就喺旁邊度拋球出嚟俾你。佢因為爭取嗰個球賽嘅觀賞嗰個賞性係比較連貫啊，好睇啲。咪執球咧咁啊冇晒癮㗎啦。咁係會有咩分別？因為我哋知道打排球嘅時候，你知道比賽大家出一個波，跟住要泵好氣啊，出晒氣㗎嘛。咁但係足球嘅話會有咩分別㗎？足球都係測量晒啦，全部啲球測量過晒，重量、氣量，檢查過晒就準備
全部喺個場嘅周圍，個球出咗好遠咧，踢出咗好遠咧，就附近就會俾個球出嚟俾你，咁就嗰個連續性，呢個係30幾年前嘅改革嚟嘅。咁仲有講個規則咧，你講規則咧就係、你記唔記得係阿根廷嘅一個比較著名球員叫馬拉多納？我知。佢嗰時就因為好出眾，佢可以過7、8個人之後射門。由於佢提出過，佢話嗰個時候足球咧，即係太過暴力啊！即係有啲人喺後邊咧，佢唔知噶嘛，鏟埋去，咁結果佢就提咗一啲意見，後嚟又改革咗，凡喺後邊咧夾硬鏟個波，觸到人哋運動員咧，一律係判犯規。以前冇嘅，以前嚇。咁你嗰時記唔記得咧？即係澳洲排球隊訪問中國嘅時候，你做裁判。咁男女隊係男女都有嘅。咁你嗰時澳洲同中國嘅水準邊個好啲㗎？嗰時佢哋同廣東隊打過一場，同台山隊打過一場。贏唔贏？因為台山係排球之鄉。咁啊就好模糊，依家都唔記得咗係點樣情形但係我就當時有同個教練啦，同埋佢哋一啲裁判員握手嘅照片。OK。咁咧就依家好模糊，但係當年我就係裁判組嘅成員之一，好幸佢有幸。仲有咧，因為佢有男女子噶嘛。咁女子嘅絲線咧，就佢有陣時都叫我再做。即係做完男子就做埋絲線，或者做完女子就做男子，好辛苦㗎。你喺度咧企住咁樣打旗嘅時候咧，顧到你個腰係好赤嘅，赤到咧你而家想彎低去踎起翻身，但係你唔得㗎嘛。所以都除咗你有你嘅業務啦，仲有你自己嘅出嚟嘅對工作嘅一種人哋信任你你都唔係容易嘅。都可以講係同澳洲有緣分。有緣分係啊！嗰陣時做裁判，咁跟住咧你就移民埋澳洲添。係啊！咁點解你會有咁嘅打算？係咪嗰陣時話同啲澳洲球員傾下，哇咁啊大力推薦你咁樣？其實咧就因為翻返轉頭講，我哋中國有個歷史嘅時刻就係呢個78年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咧就重新主持中央工作，咁咧有幸咧就喺中國同外邊世界交流，派咗留學生啊，或者係移民啊咁開放咗，改革開放嘅機會。咁再一個咁巧咧，嗰時咧我就讀有機會咧就考上咗中國第一批豪華5星級嘅酒店花園酒店，我就去做公關部屬下嘅美工組。我係百里挑一考入咗。咁結果嗰個年代咧就唔同依家咧，就話可以前衞啲，即係可以跳槽啊咁啊。嗰時我哋唔係咁樣噶，你嘅檔案喺單位咧，單位話唔俾你走你就唔走得㗎。咁我咧就單位就唔放我啦，即係人民教師係嘛，大學生嗰時都唔係好多㗎，大學生嗰時唔係好多大學生，人民教師咁啊業務上係 OK 可以啦，咁就話唔可以調走。咁我就失去咗一個機會，我自己嗰片天空咧就冇咗啦。咁冇咗之後咧，就有機會後嚟咧就係可以交流澳大利亞，咁我就過咗嚟移居過嚟，係咁。因為緣分啦，緣分。我仲可以加埋我哋非凡足球隊，我哋真係心領得人，係個猛將加埋如虎添翼。其實真係講起非凡足球隊咧，我都要多謝一班隊友。因為我呢個漫步人生路嘅節目咧，我諗阿 Sally 都知道，有好多輯咧都係請我哋嘅隊友上嚟接受訪問嘅。即係我哋個隊中咧，真係臥虎藏龍，咩人才都有。係啊，我都聽好多係。係啊，咁啊，今次我哋特別要多謝阿 Mark 哥，因為咧 Mark 哥就特別為我哋嘅節目咧就寫咗啲墨寶，會送埋俾電台。嗱 Mark 哥嗱，麻煩你就show 俾啲觀眾睇，嗱聽眾睇唔到嘅，獻醜啊！我哋喺 YouTube 嘅觀眾就睇到啦。係咁拋磚有肉，引肉係啦，有份心就係為 2CR 做少少自己嘅一啲展示嚇。咁就你會解釋下啲字點解出嚟喎？好 OK，我哋起嚟啊！係OK，我揸住。咁咧就因為我覺得呢5個字咧，漫步人生路咧，
多個都唔得㗎啦，嗯，少一個咧就唔夠味道。係，你仲話人生比較抽象，比較概括。嗯，咁如果係人生路咧，就好明顯有個時空喺嗰個人生裏頭個路啊嘛，時間空間。嗯，咁啊漫步咧就係好瀟灑，係，好人性化，即係話每個人都會喺呢條路裏邊去冇錯走。咁我覺得呢5個字咧，我又自己選擇咗啦。係，咁我呢個筆底咧就係學一個明朝嘅四君子之一就文徵明嘅底。咁文徵明嘅特點咧就係啲字好秀氣好靚，嗯，但係佢嘅特點因為佢身體比較弱啊，係，佢寫啲字咧比較唔夠力嘅。嗯，當然唔係話一定力就啱，但係佢又寫小楷著名啊嘛，小楷啊，鷹頭小楷。即係陰柔少少啦。佢即係咁，我咧就學體育出身嘅，咁嗯，所以我咧就主張咧就係注入一啲動感、舞蹈啊、體育嘅記落去，咁所以就係用一個比較跳動、有啲活躍啲嘅，同埋有啲縱橫嘅咁嘅空間嚟到去展示啲。OK，咪就好多謝阿麥哥送咗呢個咁精美嘅墨寶，我哋會掛喺電台啊，呢啲聽眾上嚟咧會睇到噶啦。OK，多謝你麥哥。好，咁我哋繼續我哋嘅訪問啦。咁呢個係好好嘅禮物啊，真係。所以我話今次我做呢個節目咧，好多得着，有好多朋友幫手。咁好似阿 Mitchell 咁樣又幫我搞 Facebook，所以咧我哋就會喺 Facebook 網站嘅即係我哋嘅宣傳咧，都會用呢個墨寶做畫面嘅。所以真係好多謝阿 Mark 哥你。好。OK，咁我哋繼續講落去咯喎。好。咁就你就移咗民嚟澳洲。嗰陣時你譬如話你嗰陣時喺中國大陸係從事咩行業㗎？有冇做嘢㗎？嗰時我係中學嘅教師啊嘛，係中學體育教師啦，我教咗16年嘅體育啦。OK。咁同時咧就係因為我咪翻講剛才講排球咧，我排球嘅專項就教啲青少年啦。譬如你知唔知廣州嘅沙面咧？沙面聽過。白天鵝賓館嗰時咧我住過添。我就喺沙面嗰個地方咧就叫做沙面排球業餘網球業餘體校。OK。咁我喺度就做助教，有專門教練嘅。我話就上完課啦，星期6日咧，咁就去嗰度幫手，即係教啲青少年。咁嗰時依家就做咗排球場啦，沙面啊，你有冇翻去機會？我冇見過。咁嗰時咧就係泥地嘅，啲泥地打排球啊咁樣。咁就後來咧就係我就兼咗一啲美工啦，譬如講廣州電視台啊、廣東電視台啊，我都有去做一啲。嗰時用個名叫做炒更。炒更。炒更。炒更喎。即係做人民教師咧，嗰個工資咧比較少啊。係。即係仲未擺脱真正以前講臭老狗啊、讀書無用嗰時未擺脱嗰啲嘢，就個工資就唔係好多。咁我哋咧就都係要有個想法啦，咁出去同人哋寫畫畫。我即係秘撈。秘撈。我有報酬，我唔知。有秘撈我係知啦。係啦，咁我哋有陣時咧就係業餘時間就去花園酒店啊，去廣州電視台啊、廣東電視台啊，咁就去做一啲美工啊，或者係有啲外快啦，係啊。咁我廣東電視台以前有一個節目叫做《請用規範字》。係。請用規範字。咁咧就佢要求我咧就去外邊揾啲專門寫錯字嘅。寫錯咗個字。咁我走去拍咗佢落嚟，拍咗落嚟，咁提供俾廣東電視台使用。咁我就每月有5蚊人民幣嘅補助。5蚊咋？好少。5元人民幣嗰時係80年代初。OK。咁我一個月都係60蚊啫嘛。咁好多喎。好多㗎啦，一日50蚊好多㗎啦，好多。我以為5蚊好少。我出咗嚟澳洲之後咧，我仲有稿酬仲送緊俾我喺廣州嘅家人。OK。咁你嚟到悉尼係咪做翻教師啊？做過一啲星期6日嘅中文同埋
繪畫嘅嗰啲叫做興趣班。興趣班啊，即係等嗰啲有啲移民咧，譬如話係華裔移民咧，嗰啲子弟可以趁住星期六、星期日得閒就學中文啊，學畫畫啊咁樣書法。嗰時個名都好大㗎，叫佢做清華中文學校。哇！清華我兩個女嘅名，清華係啊，所以我都係咁樣嘅。咁我清華就係精華啊嘛。我同啲上中文咧就係9到13、14歲不等嗰啲人，就教下佢哋中文啲基本嘅書寫認字啊咁啦。咁就美術方面咧就教啲5、6歲嗰啲男男女女咧就係寫下素描啦，即係用鉛筆啊、鋼筆啊寫，即係用線條點樣畫個人啊、靜物啊、風景啊咁就一段時間咧就係咁。咁你有冇做其他生意啊？除咗就即係當係星期六、星期日去做教師之外，我就從來喺生意就冇乜點樣發展，就可以講係做過係招牌嘅個人嘅小生意。係點樣寫招牌？咁佢總有人講得唔好聽執笠，有啲係開張啊嘛。哦，係啊。咁開張咧總係需要搞招牌。咁就佢哋好多人咧知道我咧就寫下招牌嘅。即係書法大家咁啊揾你寫。佢中意我啲招牌字。係啊。招牌字係咪特別嘅字體嚟嘅咧？因為招牌字同你寫書法有啲咁多唔同。係。招牌字咧，你因為做招牌咧，希望係比較厚潤啊，講做生意啊嘛，比較人哋多人接受啊嘛。如果好似依家啲書監寫晒大草咁，啲人都唔識睇咧，記唔住㗎。佢話去邊度食白斬雞啦，咁都講唔出嗰間嘢，一睇一目了然。而家係好醒目，有啲區別。嗱，而家我哋就嚟要出廣告啦。咁喺廣告之前咧，我想送翻一隻歌俾大家聽。呢隻歌就係鄧麗君嘅《漫步人生路》，亦都係我哋呢個節目嘅主題曲。咁啊，從來未成首播過啊嘛。今次咧就趁係最後嘅一輯啦。咁啊，想下大家咧細意欣賞呢隻咁好聽、曲詞咁美麗嘅《漫步人生路》。聽完歌同埋廣告翻嚟之後咧，再同阿孖哥傾偈。好啊。OK。好啊，陣間見啦。